没在让他会一点。走路过去吗？没有，开车。学峰，我差一点点在找那个地方。You don't want to carry your phone? 给你。人家肯定也相信。这样装灯，来一脚过去就是对面了。我们中国有这个这里啊，那什么，那都进不了。你看三轮的。那就这么个。可了没？OK。不是，不必。行。